反轉，金蔡倫陰檔線人控金秀賢買兇追殺韓領事館沒接到報案。記者陳美安綜合報導，韓國已故女星金蔡倫的遺屬委託橫樹研究所簡稱橫樹研主持人金世藝開記者會，公開他過世前1個月與線人 A 的陰檔證據，聲稱 A 因此遭金秀賢及經紀公司買兇殺人。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 已逮捕韓國籍和中國籍朝鮮族2名殺手。不過韓媒 Money Today 今求證駐紐約總領事館，對方表示最近未接獲任何韓國僑民因殺人未遂遭逮的通報，間接證實橫樹研陰檔造假。韓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進一步表示，根據維也納外交關係公約第36條規定，如果我國國民在海外被捕或拘禁，當地的執法機關必須立即通報駐當地的領事館。但目前並未收到任何相關通知，否認美國 FBI 介入調查。金世藝本月7日在記者會上公開線人 A 遭李振浩 GOLDMEDALIST 相關人士打電話恐嚇，試圖以40億韓元約9500萬元台幣收買陰檔。人在美國的 A 不從 GOLDMEDALIST 派出韓國籍和中國籍朝鮮族2名殺手赴美暗殺。A 頸部遭砍9刀重傷，現場還有傷勢照片佐證，稱美國 FBI 已逮捕2名嫌犯，引發外界譁然。不過金世藝的死對頭前娛樂記者 YouTuber 李振浩同時間開記者會，聲稱線人的傷勢照是盜用網路圖片。橫樹研公開的金蔡倫錄音檔也是透過 AI 技術變造，強調線人是詐欺犯。韓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最新回應也表示，沒有收到當地執法機關通報受理該案件，等於打臉橫樹研說法。